你嘅人生好多困難，好多阻滯，你係咪曾經懷疑係咪自己條命唔夠好？點解自己嘅事業點樣努力都好難有突破？屋企總係充滿衝突同埋誤解，婚姻關係好唔和諧，子女嘅情緒行為問題經常令你感到擔憂，甚至你發現自己經常情緒低落，覺得做人做得好攰，周圍嘅社會環境又變化得好快，人際關係越嚟越複雜，令到你無所適從。所有呢一切係咪咁簡單就係歸咎於自己嘅命唔好呢？或者再諗深一層，並唔係你嘅命唔好，而係你嘅潛意識喺度默默咁樣去主宰緊你嘅人生，而你自己並唔知道。大家好，我係黎柏如，我從事心理治療嘅工作已經有超過25年嘅時間啦。喺我過去嘅經驗當中，經常發現一個人所經歷嘅命運其實背後係藏住深層嘅心理模式嘅噃。而呢啲嘅模式絕大多數都係嚟自我哋無意識中繼承咗原生家庭甚至原生家族嘅影響嘅噃。其實你今日對待自己、對待伴侶、面對困難、壓力嘅方式其實一早已經喺你童年嘅原生家庭經驗裏邊係形成咗噶啦。喺嗰個時候嘅你或者冇被父母理解啦，冇被關心啦，冇被肯定啦。當時嘅你經常壓抑自己嘅情緒，冇咗一種自我主宰人生嘅力量。當時你並冇辦法，因為唯有咁樣你先至能夠換取到父母對你嘅接納同埋關注。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細個形成嘅模式其實喺今日你長大咗之後一直影響緊你嘅人生嘅噃。譬如喺職場上面你唔敢表達自己啦，喺人際關係裏邊過度退縮啦，喺感情關係當中唔敢做真實嘅自己啦。喺咁多年以嚟，其實你一直喺度重複緊嗰啲一早內化咗嘅模式。呢啲模式同外界互動嘅時候，就會形成咗我哋表面所睇到嘅所謂命運啦。呢啲嘅命運又好，或者遭遇都好啦，其實只不過係自己嘅潛意識一直喺度控制緊自己對外界嘅反應。當你能夠睇清睇咗呢啲嘅模式嘅時候你就有機會反客為主，重新控制翻自己嘅命運噶啦。